有冇試過明明好努力去愛對方，但佢就唔滿足，仲話你唔關心佢？或者你送咗一份好貴重嘅禮物，以為佢一定好開心，但佢反應不似預期，令你好失落。之所以會咁，可能你俾嘅唔係對方真正需要嘅。今日呢一集，我哋繼續講男人來自火星，女人來自金星，拆解男女各自嘅感情需求，了解爭吵嘅真正根源，以及一個令好多情侶大開眼界嘅積分制度。大家好，我係 KK 師傅，我係 IG 經營愛情玄學諮詢服務，處理過好多愛情 case，由分手復合、第三者問題、曖昧處理、正緣預測。我會喺呢個 channel 同大家一齊讀愛情心靈書，結合我嘅玄學經驗，幫大家喺書中學到嘅實戰技巧，再應用喺自己感情度。星期一至五朝頭早8點鐘，我都會準時喺度陪你。先講男女嘅各自情感需求。作者阿莊話，男人同女人各自有6種最重要嘅情感需求，加埋一共12種。男人最需要嘅係6樣嘢：信任、接受、欣賞、崇拜、認可、鼓勵。女人最需要嘅6樣嘢係關愛、理解、尊重、忠誠、體貼、安全感。男人同女人嘅需求係完全唔同嘅。男人需要嘅係被信任、被接受、被崇拜，即係話男人需要你相信佢嘅能力，接受佢本來嘅樣子，欣賞佢嘅成就。男人最驚嘅係被質疑、被否定、被批評。女人需要嘅係被關愛、被理解、被體貼，即係話女人需要你關心佢嘅感受，明白佢嘅需要，細心照顧佢嘅情緒。佢哋最怕嘅係被忽視、被誤解、被感到不安全。好多男人以為只要自己有能力、有成就，女人就會滿足。但女人唔係要你嘅成就，佢要嘅係你嘅關注同體貼。女人以為自己只要關心同照顧好對方，男人就會滿足。但男人需要嘅係你嘅欣賞同接納。作者書入邊講咗一個好生動嘅故事，叫做騎士與公主嘅故事。有一個騎士，佢最愛嘅公主被困喺城堡，有一條火龍守住。騎士二話不說，拔出利劍斬殺火龍，救出公主。公主好開心，騎士好自豪。但冇耐後，另一條火龍又嚟咗，騎士準備再次出劍，但公主突然大叫：唔好用劍，用繩索啦！聽我講，用繩索更加好啊！騎士有啲不爽，心諗我個方法有咩問題？唔係我，你仲喺城堡入邊啦。呢一個故事係咪好熟悉呢？女人嘅出發點係好嘅，佢係想幫手，想提供更好嘅方法。但係男人覺得呢一個建議係一種否定，即係佢嘅方法唔夠好。男人最唔中意嘅係呢一種感覺。所以女人要記住，當男人斬緊龍，唔好喺呢個時候提建議。等佢斬完，等佢成功先讚佢、欣賞佢，呢一個係對男人最大嘅愛。講完情感需求，我哋就講點樣避免爭吵。作者話，爭吵最具破壞力嘅因素，而且越愛對方越容易傷害佢，因為你太在乎啦。一句說話可以足以令佢崩潰。爭吵嘅根源通常係有2個：第一，男人無意中否定咗女人嘅感受；第二，女人批評咗男人嘅行為或者能力。呢2個觸發點會引發一個惡性嘅循環。女人感到被忽視就開始批評，男人感到被否定就開始防禦。越防禦，女人越批評得更多，最後2個人都受傷。作者分享咗佢同太太 Bonnie 嘅爭吵。有一次 Bonnie 問作者：你有冇發現每一次鬧交都係我嬲先，最後永遠都係我道歉先？有時我真係希望你可以讓一步，同我講聲對唔住。作者聽完突然明白一件事，每一次嘅爭吵，女人通常先道歉，但佢心入邊嗰條刺係未解決。下次爭吵，呢啲感受又會再次湧現。男人以為解決咗嘅事，女人就覺得從未被真正理解。所以避免爭吵嘅關鍵唔係唔好鬧交，而係要真正理解對方嘅感受，俾對方感受到被聆聽。作者提出咗4個避免爭吵嘅方法。第一，暫停再冷靜。當你感受到情緒激動，話俾對方知，我而家需要冷靜一下，我哋陣間再傾啊。第二，承擔責任，唔好只係指責對方，問自己，我喺呢一次嘅爭吵入邊有冇邊啲地方做得唔好。第三，理解對方嘅立場，試下企喺佢角度諗，如果我係佢，我會有咩感受。第四，等雙方冷靜之後，以平和嘅語氣重新溝通，聚焦喺我哋各自需要咩，而唔係邊個做啱邊個做錯。跟住我哋就嚟講男女之間各自唔同嘅積分制度。你為對方每做一件事都會有積分計分，但問題係男女之間嘅計分制度係完全唔一樣嘅。男人嘅積分制度係大事等於多分，小事等於少分。男人覺得買一份貴重嘅禮物可能值100分，
每日講聲我愛你只係1分，所以男人嘅策略係偶爾之間做一件大事，以為可以賺好多分。但女人嘅積分制度係每一件事都係1分，無論大小。你買咗一份值1萬蚊嘅禮物都係1分，你今日朝頭早幫佢拎咗個袋都係1分，你今晚主動煮餐飯都係1分。女人需要嘅係每日持續嘅小關心，而唔係偶爾之間嘅大驚喜。所以男人努力做一件大事，以為賺咗好多分，但女人嘅感受係你只係偶然關心我，平時去咗邊啊？而男人就好委屈，我咁用心對你好，你都唔滿足。呢一個就係對於積分制度嘅誤解，令到好多情侶都好委屈。作者話，男人要明白，女人唔需要你偶爾嘅小驚喜，佢需要嘅係每日嘅小關心，每日一個擁抱，每日一句你今日點啊？記得佢提過嘅小事情，偶爾之間幫佢分擔家務，呢一啲比1年1次嘅豪華大旅行更加重要。其實呢一個積分制度同現代關係愛情專家莊國文嘅所講好吻合。莊國文話，每日20秒擁抱，6秒 kiss，可以大大增加感情嘅親密感同安全感。呢啲小小嘅日常接觸就係女人需要嘅持續小關心。總結呢一集，男人需要被信任、被欣賞、被崇拜；女人需要被關心、被理解、被體貼。女人要學識喺男人斬緊龍嘅時候唔好提出建議，等佢成功先欣賞佢。爭吵嘅根源係男人否定女人感受，或者女人批評男人。要先學識暫停、冷靜、承擔責任，理解對方。男人要明白，女人需要嘅每日持續小關心，而唔係偶爾嘅大驚喜。下一集我哋會探討遇到負面情緒時點樣溝通，點樣開口要求支持，以及點樣保持愛情嘅魔力，令感情成長。如果你聽到呢一度，發現自己同另一半嘅感情入邊有好多矛盾未解決，或者不停付出但得唔到回報，歡迎嚟 IG 揾 KK 師傅做一個奇門遁甲諮詢，幫你哋睇下感情走勢。我係 KK 師傅，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